熱烈的人彩表演配合功夫少年等現活力，帶來新春報喜的熱烈氣氛。由這位師姐組成的樂活手語陣，演繹良心時代歌曲，傳達良心文化甲正向能量。和平永續，無馬奔騰。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成立60週年，台南道館舉辦新春大會，焦點儀式當中，各界貴賓手提象徵福馬奔騰的春聯，象徵切馬前行、馬上行動的決心。愛與和平是人類共同的心願，是人的良心，是地球和諧永續的根本。在滾滾紅塵之中，心懷世人，以慈悲寬容的胸懷及大無畏的勇氣，持之以恆的耐心，堅持做對的事，是無輩修行之人的天職使命。活動除了文化展演，也有公益講座，以和平永續、人生智慧為主題，分成2場主題演講，希望較濟人關注良心甲和平，互正向力量佇社會當中持續擴散。現場設置一連串的闖關關卡，傳統文化結合科技互動，設計掠古堡遊戲，更有祝福遺憾的太極智慧轉運站，接着人生福氣，互民眾佇歡慶年節的同時，嘛感受滿滿的熱情甲活力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